后来过来是民众党的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，因暗就要出发到杜拜来参加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。有风声讲，伊是为着要出国来劈风头。不过内政部已经来证实，3位副总统的参选人，中华民国的国籍拢符合着相关的规定。啊，讲黄珊珊嘛以家己过去的经验传授吴欣盈，面对着媒体的机卡。黄珊珊来回讲，每一个人到每一个领域，拢爱重新来学习。啊，讲吴欣盈今仔日到立法院又搁出错咯，甲民进党的立委邱泰源叫做国民党的立委费鸿泰。下一位，请费鸿泰邱泰源。Sorry， 我今仔早起阿未啉咖啡，拍摄，完全不同的委员会 ，I'm really sorry。邱泰源、邱委员招委拍摄。甲邱泰源讲做费鸿泰、吴欣盈会只到入去参加会期，就讲一个突锤，后来伊国籍的争气也未煞好，煞伫要飞往杜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。吴欣盈是代表中华民国立法院去参加 COP28， 也是代表台湾民众党。这个是早就定好的行程，没有人要去避什么风头。第二个，我们怎么说大家都有疑问，那就让中选会来说。今次出国避风头，身为国办总干事黄珊珊强调，吴欣盈是以汇款钓匪的身份出国，不过伊之前对媒体讲话声势不好，团结党内矛对伊无满意的声音。这不是我觉得要对外公开的，这是我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事情。那你当记者问你爸妈？对啊。团结黄珊珊用过去担任过副市长、立委的经验，建议吴欣盈面对人咧解问，会当换一个方式表达，亲像带起，或者是轻松鼓吹的机器。我想每一个人到每一个领域里面都要重新的学习，因为他这个不是他突然间不是他熟悉的领域。吴欣盈担任副手，风波不断，伊可袂当替国问题加着分，来看选民的心声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